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圣经12章1到3节，希伯来书12章1到3节，希伯来书12章1到3节，和合本圣经在324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了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第2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第3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以上，请本堂郑牧师讲道，题目是亲民追思许多的见证人，亲民追思许多的见证人。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为了过去1个礼拜主你的带领平安经过，献上满心的感恩，也为了主日能够有福气来敬拜你，也献上我们的感恩。今天是我们的亲民追思，我们要思念我们的祖先，他们所留下美好的事情，同时也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让追思里亲民的追思成为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而不是只是一个事情而已，乃是对我们的生命会产生有影响的意义在。求主你帮助我们，赏赐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中间的话语。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我们这礼拜从礼拜5开始是一个亲民追思清明节的一个假期在，那也刚好是提醒大家，从上个礼拜开始就已经在鼓吹，大家都要去清明的追思、去扫墓等等的这些活动，所以会让我们会想到说，我们应该用怎样子的方式来思念我们的祖先呢？还有我们从这思念中间会带来怎样的帮助呢？我相信不是只有在思念而已，而是从这思念中间会得到帮助。我们华人呢是非常注重有关孝道的问题，甚至对过世的祖先，我们都会设立神主牌位，也建立了家谱，就是要大家不要忘本。那当然，在建立神主牌位呢这件事情上呢，有些是因为宗教信仰而带来的。那我们也知道呢，透过设立神主牌位的这种祭拜呢，是不合我们圣经的教导，因为我们要敬拜的是独一的神，而不是我们的祖先。祖先是我们要思念他们，我们要感念他们，而不是要去拜他，因为他也是人。我们只有拜唯独一的真神，才是我们应该拜的。那我们的教导中间呢，又非常的注重孝敬父母，而且思念祖先，这是圣经中的教导。我们也知道，在10诫中间的第5诫要孝敬父母，而且10诫中间也唯独是这一诫呢，是带有祝福的诫命在。说你们要假定你们孝敬父母的话呢，要在耶和华神所赏赐你在地面上的日子会得以长久，也就是会有长寿的意思在。这是一个祝福的带有祝福的诫命，所以表示说基督教是非常注重在孝敬父母的这些事情上。虽然我们常常会引起很多的困扰，认为说我们不拿香的话就代表我们不孝顺，其实拿香不拿香跟孝顺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是在世的孝顺比死了之后，我们的祖先死了之后那种仪式来表示呢更重要的。那我们的祖先呢，有可能他是一个基督徒，也可能他不是一个基督徒。
那是基督徒或是不是基督徒呢？我相信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是基督徒的时候呢，他可以让我们看到他留下的信仰，以及他在世的时候，他透过基督的信仰对他的生命中间的帮助，这些就会成为我们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坚定。而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呢，他们也有很好的品德跟为人处事，也可以看出很多需要我们要去效仿，也需要我们去来得到激励，甚至来当做我们的警戒的部分。但更提醒我们，其实到我们今天的经节里面可以看到，最后其实他的目标都是要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信心创始成终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创始者，也是一个完成者。也就是等一下我们在经节里面可以看到，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到很多的信仰的前辈，他们因为信心做了什么事情，但是这些人在他们结束在地面上的这生命的时候呢，他们的期盼呢，并没有得到成就。这时候要怎么办呢？其实是因为有信心来支撑着他，而这信心呢，而这个最后的期盼呢，对我们现代来讲呢，其实是一个我们比较服气，我们已经看到那最后的期盼是什么，也就是耶稣已经为了世人来道成肉身降世，而且流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从这几个经节中间，从希伯来书里面的经节，我们要看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对我们会有什么这样子的帮助？因为它就像是在这些历代的祖先里面所留下来的这些见证，有很多的见证人。总共希伯来书从11章的第1节到第40节写了很多个人，里面有几位呢，是我们可以直接他把事件都写出来的。那后面还有几位呢，他没有一一的写他的事件，但是他写了很多共同的部分。而这些事件，他在告诉我们，这些有信心的见证人，他就像是云彩围着我们。也就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常常听的时候呢，其实会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可以也同样的得到这样的感受到。这边总共有10位，第一个是亚伯跟该隐的事情，这在创世纪里面一开始就看到他的献祭呢，得到了神的称义。神称义的意思就是说，是神看为是美好的，而他的弟弟该隐所献的呢，就不得神的喜悦。以诺呢，我们知道他是与主同行，然后他没有人看到他的去世，所以被神接去了，不至于见死。还有挪亚呢，这个故事我们也更清楚。挪亚呢，有洪水来，然后他先预备了一只方舟，然后使他的全家都得救了。相信他在建这个方舟的时候呢，人家都会觉得非常的奇怪，为何把方舟建立在山上，而且在这样的天气里面，竟然去造一个船在山上的地方，所以他必须忍受了很多的这样子的怀疑、耻笑等等这些，但是他因着信，他去做了这件事情。亚伯拉罕呢更多，因为我们称他为信心之父，他在75岁离开他的本地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有神给他的预言。要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像海边的沙那样的多，但是一直到99岁还没有迹象，到100岁的时候才生了以撒，但是他因着信坚信不疑，然后就生出子孙，就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子的多。以撒，当然亚伯拉罕他的信不只有这样子而已，他甚至神要他将他的独子献给神的时候，他也是毫不迟疑的就要献上。那以撒呢，他也因着信呢，他就将他的指着将来的事情祝福在他的2个儿子雅各跟以撒的身上，让他们能够接受神的祝福，然后去接着往这个以色列的民族继续往下走。而雅各呢，因着信呢，他在临死的时候呢，他就给约瑟的儿子呢，给他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杖头它是这个原文是跟床头是两个的音是一样，只是母音不一样而已。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它的字里面都没有母音，它是只有子音在写出来，所以杖头跟床头其实都是可以代表那时候的雅各呢，
他是非常的软弱的，已经没有力量了，但是他仍然可以扶着床头或是扶着杖头呢，能来敬拜神。这是因为他知道他要回到神那地方，他是依靠神而做这些事情。将他的约瑟的儿子祝福他，成为12个支派里面的2个支派。而约瑟呢，因着信呢，在临终的时候呢，也提到以色列呢，将来必定要出埃及。虽然他在的时候是宰相，所以以色列在埃及的地方好像是非常的风光，但是他终究还是要出埃及，因为他会被奴役以色列的民族。那摩西呢，我们更知道他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也是因为他的信心，知道前面有红海，后面有埃及的兵，但是他能够行神迹，让红海能够分开，以色列人就能够过去了。他并没有惊慌，而那些以色列人却是非常的害怕。但是摩西也因着信来行的这些事情。以色列人呢，后来是因着信呢，去攻打，要进到迦南地的去的时候，第一个碰到的城就是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在当时是非常的坚固的一个城，根本攻不破的。他们也没有办法攻破，他们只能用神告诉他们的方法，绕着这个城一天绕1圈，第2天也绕1圈，到第7天的时候，总共绕了7圈，然后喊一次声下去的时候，城墙就倒塌了。有这样子的信心吗？你觉得这么坚固的城，竟然这样子不费一兵之力就能够让它倒塌？这是纯粹是因着他们的信心。而当以色列他们要进攻的时候，他们碰到一个要进去侦查这些有些城的时候呢，他们碰到有一个妓女叫喇合，你得到他们的帮助，然后就这些探子呢就没有被抓走，所以这个后来这些喇合在这个整个城被灭掉的时候呢，他们全家就因着信就得救了，并没有跟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了。这是圣经中间在希伯来书第11章逐一有谈到这几个人的事情。接下去呢，他讲说我们不要一一的谈了，其他如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等等等等，还有其他的先知们，他们也因为信呢，所以接下去所讲的这些事情呢，就不是一一的来写这个人是如何，而是很多共同的事情在这些人的身上。我们看到这几个名词的排列呢，很显然并不是照着时代的来排列，因为先有撒母耳才会有大卫的，但是大概是下面要写说还有其他的先知们，所以把撒母耳摆在后面。那他讲了几个事情，第一个他们战胜了很多的事情，把它写在一起。所以有制服了敌国，有堵了狮子的口，有灭了烈火的猛士，还有很多其他的，我们没有一一的列出来。制服了这个敌国里面呢，因为前面几位都是士师，士师这是在没有国王之前的时候，耶和华神派这些士师来帮助的这些以色列。基甸呢，他制服的敌国呢是叫米甸国，巴拉呢是制服了迦南人，而参孙呢是非利士人，耶弗他呢是亚门人，大卫呢更多是非利士人跟摩亚人还有亚门人。这些人呢，因为神的帮助，他们就制服了这些国，而堵了狮子的口，大概第一个想到就是想到但以理，因为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里面呢，狮子并没有去咬了他。但是其实还有几个也都有讲到狮子的事情，例如参孙他徒手打死的狮子，或者是大卫他也曾经在看守他的羊的时候怎样的驱走了狮子等等这些。所以像灭了烈火的猛士的时候，我们大概也会想到像但以理他的那些3个朋友丢在火里面，大火里面呢，并没有被烧死等等这些呢。看到这几位提出来这些信仰的前辈里面呢，他们战胜了这些事情，但是他们也受到很多的迫害，包括有鞭打，包括有监禁，有各样的这个磨练，被石头打死，还有被锯子锯死等等这些。传说中以赛亚他最后就是被锯子把他锯死掉的。这些信仰的前辈呢，他们有战胜的地方，但是他们也有被破坏的地方。他们的处境呢，也是非常的凄惨，
有被受到穷乏，穷乏就是非常有缺乏，而有泛滥，泛滥就是很多的压力等等在身上，有苦害，有在旷野，有在山林，在山洞，还有漂流无定的这种情形。但这几位信心的前辈里面，他们虽然经历了这样呢，他们的结局呢，给诗人给他，这希伯来书的作者下了一结论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那美好的证据，其实它在代表就是要赞许，就是得了从神而来的赞许。但是这些我们看起来这么伟大的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其实当时候的情况呢，是仍然未得到所应许的。这是希伯来书第11章39节到40节所讲的。我们今天是从12章开始讲，所以没有读到这一个地方。这边讲说，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因为希伯来书里面所讲是一个非常讲求一种完全，神要成就一个更美的事情，才成为是一个完全。这更美的事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到新约里面我们就明白了，原来这更美的事情就是神要差他的独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地面上来，为了世人的罪流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的罪，整个事情才成为一个完美，因为人可以跟神互合在一起的。我们看到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过世的时候仍然未得到所应许的，但是他们的信心呢，就像一个云彩一直围绕着我们，鼓励了我们的信心，激励了我们，直到日子满足的时候，主再来的日子到时候，叫我们能够一起能够来得到荣耀。所以我们一起来纪念过世的先人，就像我们在想这些信心的伟人的一样，不管是基督徒，他是不是基督徒，其实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见证，知道这个宇宙都是由一个神来创造的，而这个神知道我们需要他的恩典在他的身上，在我们的身上，不是靠我们的努力，而是单单有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些其实我们的先人他们都可以见证这些事情，成为我们的榜样，也成为我们的引荐，来激励我们，或者是来提醒我们。但是我们要怎样子得到帮助呢？今天的经节就是进到第12章，就告诉我们，12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我们就当怎样？下面提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要放下重担，这是一种激励。从刚才所提的这几个信心的伟人，我们来看，第一个像约瑟，约瑟他在当人宰相之后，他知道他经过7年的丰收，后面有7年的饥荒，他怎样去安排这些丰收的时候，这些食物怎样的储存起来？到7年的饥荒的时候，他要怎样的去供应它？而且不是只有埃及人而已，他必须要还有全世界不饥荒的人都来跟他买，甚至包括他的家族以色列人。7年里面如何能够让他们能够不受到这种荒年的这种饥饿的这种苦？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这是非常重的一个担子在。我们看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讲说出埃及的时候壮丁是60万人，当然不是只有壮丁出埃及包括他的家庭，假定算起来一个家庭是算4个人好了，算起来至少240万人，带领了100万人出埃及，到旷野里面去，还生活了40年。你可以想象那是多困难的事情。带领了1万人就很难，还带领了240万人，这些人要每天要怎样子的供应他们的吃，怎样供应他们的水等等这些，要是没有神的帮助，当然是不可能。但是这个领导者也要有那种毅力，要能够怎样去带领他，这是多么重的一个重担在。我们再看大卫呢，他已经被高立为君王了，但是他仍然忍受那时候的君王扫罗王他的追杀。大概你想的是大卫，你也会觉得很怀疑，神不是透过撒母耳跟我高立成为王了吗？但是为何仍然是在逃犯，好像一个逃犯人到处在逃一样，要闪躲扫罗他的追杀。之后又换了他之后，他又要抵挡外侮来，然后建立这个国家。这样子的重担里面，我们只有举这3个人的重担就好。我们没有一个人的重担会比他大。
我们顶多是在家里面，加上公司里面，加上一些加在我们职务上的一些事情而已。看这几个人，面对的都是一个国家的大事情，但是他们的信心告诉我们，你只要讲要放下重担，因为神可以成为你的依靠。我们的征战不会超过他们。在诗篇第68篇第19节这样讲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所以，假定我们的信心是依靠在这一位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当然就要放下重担，因为他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就天天可以颂赞他。这是第一个告诉我们，这些信心前面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的见证里面如云彩围着我们，所以我们就当放下重担，这是给我们一个激励，因为有神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第二个呢，我们看到说，要脱去残累的罪，这是给我们一个警惕。因为刚刚所讲的这些信心的前面里面，并不是都很成功的。虽然他前面有成功的地方，但是他们也有失败的地方。第一个，我们看基甸，基甸原来被选召的时候，他是躲在房子里面，在打麦子。然后那个神的仆人见到他的时候，还是大能的勇士啊。他就觉得非常惊吓，我是躲在那边是很懦弱的一个人，但是为何被称为一个大能的勇士？后来依靠着神，他用300个人就能够打败了这些米甸人。但是我们看到他最后，他制造的金的以弗他，让百姓来敬拜，使百姓里面陷入在这个罪的当中。他犯了罪，他没有使这些百姓们在神的这教导之下。我们再看参孙，神上是他是一个士师，跟基甸一样是一个士师，是要来拯救以色列人不受这些非利士人的这种欺负。但是他竟然迷恋非利士人的女子大利拉，然后就在那边沉迷，最后将他神给他不应该泄露的秘密泄露出去的，而远离了神，最后就被非利士人凌辱了他。最后当然他因为他悔改了，然后他就最后在他最后的时候，让非利士人因为庙倒塌之后，死掉的人比他在世的时候杀的更多。我们再看看大卫，大卫原来是合神心意的人，是后来才成为这样。但前面的时候，他犯了奸淫的罪，而且因为奸淫还去谋杀了他的这些士兵。但是他真心的悔改了，所以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这些见证人，他们如云彩围着我们，要放下重担。我们没有像刚才讲的那些人这样，所以我们当然就不必要那样子的烦恼。他们都可以从神得到帮助，我们当然也可以从神帮助。但是我们看到还有很多信心的伟人里面，他们有犯了罪，他们有软弱的地方，所以要我们一样要学习，这是给我们一个警惕，告诉我们，我们也可能会犯罪，会软弱。但是耶稣已经担当我们的罪，圣灵也内住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就应当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活在神的光中。这是第二个，从先人信耶稣的前辈里面，第二个提醒我们。第一个提醒我们要放下重担，第二个呢，我们要脱去缠累的罪，这是一种警惕在。第三个呢，要我们能够存心的忍耐，这是给我们的榜样来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接受呼召，离开哈兰前往迦南，而且给他的呼召说：“你要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子的多的应许在。”但是，一直到100岁的时候，他才得了第一个儿子以撒。经过25年，我们可以忍受有25年的等待吗？现在一切都是讲说非常的快速。手机也好什么的，这速度太慢了，都觉得这怎么连1秒钟都等不了了？25年要你等的话，你能够等吗？信心的前辈给我们的学习的功课，神的应许有时候要相当25年，有时候甚至要更长一点，你才能够得到应许。所以这边提醒我们，你要存心忍耐。第四个时候要告诉我们要奔向前程。奔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看耶利哥城里面的这个妓女喇合，她因为
因着信，他场立的那些来探这耶利哥城的这2个探子，把他场立起来，就不会被抓走了。所以当他那时候得到的允许，就是当这城被攻陷下来的时候呢，他们这一全家要得救。果然在这耶利哥城被倒塌的时候呢，他全家就得到了拯救。而不只是这样，喇合甚至后来嫁给了其中一位探子，就是撒门。我们看马太福音里面第1章里面就讲到，耶稣的家谱里面就提到这一位撒门，从喇合得到了生了一个孩子，就是耶西他的阿公，然后最后就是大卫，这样一脉下来。喇合凭着信心呢，就奔跑那摆在他面前的这个道路，我们也应当如此。这边告诉我们是一种鼓励，你大概不要只看眼前的这些小小的这种对我们的好处而已，其实你应该更看的是更远的、长远的，到底是在美好的应许是什么？思想那美好的应许之后，你紧紧的抓住，然后去奔跑，努力的往这前面的道路去走。我们看到这信心的前辈里面，如银彩围着我们，告诉我们：第一个，你要放下重担，因为我们没有像那些人那样子重担，他们都可以放下，何况是我们呢？我们要以那些信心的前辈，他们曾经犯的罪的那一些来警惕了我们。还有，我们要像亚伯拉罕那样子的，存有这种他的模范，让我们能够忍耐，要有耐心。然后要像喇合一样，要给我们一个鼓励，你要为着前面这要走的道路去奔跑。最后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整个圣经里面的启示的中心呢，就是基督。圣经中有许多的见证人，也都是为了引导我们要仰望那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仰望的意思，英文里面是讲说 looking unto， 或是 looking to， 或是 fix our eyes on Jesus， 就是将你的眼光就只有注目在看耶稣而已。确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我们发现到很多的事情，真的不如我们所想的，而且有闲人闲语很多的话语，你要去听这些话吗？还是你要专注在神的眼光，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些应许身上呢？单单的注目在耶稣吗？整个这些信心的前辈里面呢，如银彩的来围绕我们，最后终点就是要到这个地方来，告诉我们要回到神的主耶稣的身上来。所以，其实从刚才的几个信仰的这些前辈里面，有几件事情可以告诉你。第一个，挪亚方舟到底代表了跟耶稣有什么牵连在一起呢？代表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如一个方舟，在洪水来的时候，他救赎了我们。约瑟他被卖掉，但是后来却拯救了整个以色列民族，意表了怎样？基督一样被卖了，被犹大卖了，但是后来因为他钉了十字架之后，结果就救赎了所有的全部的人类，代表了基督以救恩在。而大卫王国呢，它代表了基督的永不动摇的国度。神给大卫的应许是，他的子孙后裔要永远为王。你大概以為说，直到所罗门王就不见了啊？但是不要忘了，基督就是大卫子孙里面的一脉。基督永远是成为王的，这代表了永远不动摇的这国度。所以我们也应当受到激励呢，要学习基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的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这是刚才我们看到的第2节，12章第2节的后面。我们要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而现在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们结义来看，假定我们现在这些信心的前辈，我们的祖先们，他们给我们的如银彩围着我们说，他要我们放下重担，要我们脱去容易缠累的罪，然后要我们存心忍耐，要我们奔跑前面的道路，然后主要就是要仰望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时候我们要怎样？接下来他第3节告诉我们，若是我们有这样子思想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疲倦灰心。原来我们去想这些信心的前辈，你们要告诉我们这样做那些事情的时候，不要有时候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灰心失败的事，有一些疲倦灰心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要不疲倦不灰心。我们得到这些见证人的激励的时候，真的就像刚刚所讲这几件：第一个放下重担，脱去我们残留我们的罪。对不起，我这边没有办法存心忍耐。然后奔跑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然后最后是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当我们注目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下我们的重担。当我们来依靠圣灵的帮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我们就可以脱去那残留我们的罪。而我们要是对应许有信心，他必定会完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忍耐。而我们要是努力向前的时候，知道前面就是神所引领我们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奔跑在前面的道路。最后，我们就对耶稣有足够的信心。我们要是有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不疲倦灰心了。所以我们在清明主日的时候呢，我们借着清明主日来追念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祖先的时候，可以做我们的榜样，做我们的警惕。而使我们更深的是这样，应该是仰望那不可变的，而且信心的创始成终的耶稣，然后努力向前面奔跑，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我们也就不会感到疲倦灰心了。跟盼望我们在清明里面的追思呢，是成为有意义的。它绝对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假期，所以我们可以有些人去游玩还是等等这样子。我相信更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在清明的时候，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家人聚集在一起，同时我们来思念我们的祖先们他们留下的这些更重要的意义。而这些都是人留下来，但是它背后更有一个重要的，乃是神。他透过这件事情之后，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这样子，我们的追思就成为是有意义的追思。这个礼拜我们有小组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可以来思考这几个问题。盼望我们每个人的清明的追思，真的有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透过人类你的创造，透过婚姻的制度，让我们人类的生命能够得以延续下去。而当这些我们的祖先们他们来养育我们的时候，他们就留下了很宝贝的这些信仰，或者是这些教训成为我们的帮助。知道我们人都是非常的软弱的，我们需要有一位神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从希伯来书里面很多信心的前辈来看到，他们在他们过世的时候，他们原来心中的这些盼望并没有得以完成，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可以仰望那一位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也就是基督，他将带来的盼望。那因为有这样子的信心，就让我们能够放下重担，也能够让我们能够脱去会残累我们的罪，也要存心的忍耐，而要奔跑为我们摆在前面的这个道路。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目标，是我们要去仰望的。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不疲倦灰心。盼望我们从我们的祖先追思的时候，我们真正成为我们在世上的这些生命成为有帮助，而且成为有意义。主你祝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的领受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献上感恩与祈求，这是我们同心用主教导我们的主导，我们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